神的带领，教会将有一个全新的崇拜 Revival Saturday， 让一群非常渴慕复兴、渴慕經歷勝利的弟兄姐妹，都可以一起來經歷神的大能。Amen！ 我哋咧 Friday 咧都會原班人馬一齊去到呢個 Revival Saturday 嘅崇拜，延續 Barrio 嘅復興 ，Barrio 嘅火咧喺我哋中間，所以呢個崇拜咧都係大專生同埋職青嘅基地嚟㗎。我相信咧我哋兩代合一，一定會咧迎接萬人復興咧喺我哋嘅中間。阿們，所以我們非常的歡迎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所有的年輕人。當我們所有人都帶着一個渴慕，然後我們歡迎聖靈，還有神跟我們同在的時候，我們相信神的醫治、釋放、啟示、神蹟，還有復興，一定會臨到我們所有的人。阿們。